點解我唔再遲啲先收呢？因為你唔知道你幾時死。歡迎大家收睇元太祖，我係林定康師傅。嗱，咁今集就同大家講一個比較重要嘅神明，亦都係可以話藏傳佛教入邊最重要嘅神。咁啊，就係呢個金剛薩多同埋佢嘅心咒百字明。點解要有呢一集嚟講呢？因為其實每一個啱啱開始學藏傳佛教嘅人呢，去問喇嘛話要攞條咒，話真係開始踏上呢個修行路呢，都一定會叫你修百字明先嘅。咁啊，有時叫你修百字明，有時叫你修金剛薩多，其實全部都同一樣嘢嚟㗎。OK， 所以嚟緊落嚟可能會越講咧就會越撈亂嘅。有時講下金剛薩多，有時講下百字明，都係同一樣嘢。百字明係佢條咒個名嚟嘅，金剛薩多係呢一位神明嘅名。咁啊，金剛薩多同百字明亦都係屬於四不共加行入邊嘅其中一部分，係叫做前行嘅部分。所以今集聽完之後咧，大家可以開始收噶啦，唔使灌頂嘅。咁啊，事先聲明講咗先，咁而家即將就開始啦。金剛薩多究竟係一個乜嘢嘅神呢？嗱，其實金剛薩多嘅起源咧，就佛經入邊唔多記載嘅，只係會話佢係咩佛。所以一律咧，呢個金剛薩多又好，金剛總持又好，哪怕五方佛都好啦，通通歸類為遠古佛。遠古佛嘅意思就係話喺釋迦牟尼未成佛之前已經存在嘅佛咧，就屬於遠古佛。比較出名嘅有燃燈佛，咁呢啲都係好耐以前已經成咗佛噶啦。嗱，咁呢個金剛薩多實際上咧，有啲人就以為佢係菩薩嚟嘅，佢唔係菩薩嚟嘅，佢係佛嚟嘅。大家唔好撈亂，唔好見到佢個名賓扎薩多啊，就覺得薩多即係菩薩啦，有個薩字咁啊，應該同級啦。唔係嘅，佢比菩薩高好多嘅，甚至乎佢係比五方佛都仲要再高嘅。所以金剛薩多亦都有另一個名叫做第六佛。呢個第六佛咧，頭五個佛就係東南西北，加埋中間就稱為五方佛。咁金剛薩多稱為第六佛，因為佢唔喺呢五個入邊，佢係呢五個嘅上高，而佢個上高位置就啱啱好喺正中嗰度嘅上面。咁啊，所以叫做第六佛。亦都換句話說，點解會高過五方佛呢？因為其實下面嘅五方佛都係以佢嚟做老師嘅，即係話嗰度嗰班人乜嘢都好，全部都係經金剛薩多嘅教導，教完之後先至有下面嗰五方佛。咁大家就要記住啦，佢地位比佛就要仲高少少，所以唔好話佢係菩薩。嗱，點解要講呢樣嘢呢？因為有時見到啲人擺神壇咧就會擺錯嘅，譬如以為金剛薩多唔係啲咩大神啦，就將佢擺喺蓮師下面啦，甚至乎將佢擺喺張神台嘅最側邊啊，或者唔知去咗邊。大家咁樣擺咧，其實就擺錯嘅。金剛薩多係要喺中間，仲要最高嘅位。如果大家有時買到啲舊嘅唐卡咧，你會見到嗰個本尊喺中間啦，然後嗰個頭頂咧一係就普賢菩薩嗰個雙修個樣，再唔係咧就會有金剛薩多喺度嘅，一定喺度嘅，一定喺中間最高個位。所以大家陳列神壇嘅時候，如果方便咧，就喺你個神像後面嗰埲牆度轉一塊塵板，跟住咧就將個金剛薩多咧就擺喺上面咧，咁就係最好嘅擺法嚟嘅。咁啊，呢個陳壇嘅嘢就係咁多嘅啫，之後再講啦。咁金剛薩多除咗係五方佛嘅老師之外，亦都係遠古佛，亦都係一切秘密教法嘅護持者。乜嘢叫做護持者呢？簡單講就係保護所有秘密教法，亦都係100個佛嘅總集，所以啲人就叫做百佛總集。何謂百佛總集？就係話佢已經識晒100個佛所識嘅嘢，亦都即係話修金剛薩多等於收晒咁多個佛嘅 power。所以金剛薩多其實佢唔使灌頂，但係你又咩人都收得，而有咁大嘅 power 咧，所以點解好多喇嘛咧第一個佛教你咧就會係金剛薩多，叫你翻去收啦，唔好搞呢樣，唔好搞嗰樣啦，因為所有嘅 power 都喺金剛薩多身上邊係會揾得到出嚟嘅。咁金剛薩多之所以會護持一切嘅佛教咧，因為佢自己曾經立過一個誓，就係話只要一日有人念起佢嘅名號，一日仲有人修讀百字明，念誦百字明，就算我係得翻你一個人都好，我都會繼續對你不離不棄，繼續保護你嘅。咁所以大家就將佢擺成一個高嘅地位啦，到今日都大家都會去參拜，不論你係日常嘅日修啊，一或係做法會啊，一係你係做法事啊等等嘅時候，都一樣係會用到金剛薩多嘅百字明。所以大家唔好將呢個金剛薩多擺埋喺一邊，就算你已經學緊其他嘢都好，佢仍然係一個核心嘅 core 嚟嘅。粗鄙啲講，好似跑馬咁嘅膽嚟嘅，下面嗰啲嘢咧先至拖出嚟嘅啫。所以金剛薩多非常重要。
金剛薩多佢可以幫人做啲咩呢？金剛薩多大家都中意講噶啦，就係話佢可以幫人清宿業嘅。以前犯過好多舊業啊，做過啲衰嘢咧，金剛薩多都幫你清除晒佢。咁呢樣嘢係真定假呢？呢樣嘢就真嘅，因為喺佢自己嘅經文入邊有記載，只要人讀佢個名，哪怕你係犯咗3味耶戒，哪怕你係犯咗殺父殺母等等5重罪，佢一樣可以幫你清除，因為佢就一切宇宙根源入邊最純正嘅能量，然後將呢一個能量衝入你嘅身入邊，令到你之前所犯落嘅惡業惡因通通消滅，所以佢可以幫你清除業障。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冇乜人講嘅，點解乜都未學就要學金剛薩多呢？特別係有啲師傅就話，短嗰個金剛薩多嘅咒都唔要啊，淨係要長嗰個呢。咁，因為短嗰個咒咧就淨係得翻佢個名，長嗰個咒咧入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意思嘅。呢個睇下一陣間有冇機會講到，因為真係太長啦。但係平時我哋喺收日課儀軌啦，或者你係收譬如話馬哈卡納，或者你係收黃財神嘅時候，有一個好重要嘅 step 必然會做嘅就係喺你開始念財神嘅心咒之前，你必須要念咗金剛薩多先嘅。原因係金剛薩多其實大家睇唐卡或者睇圖嘅時候咧，會誤以為咧金剛薩多咧係白色嘅，其實金剛薩多唔係白色嘅，金剛薩多係透明嘅。咁但係因為畫畫嘅時候冇可能畫一個透明嘅神像出嚟噶嘛，所以佢就用白色嚟顯示出嚟。實際上佢係透明、冇顏色、無垢、無染、無淨嘅，所以出到嚟嘅時候佢係實際上係透明。咁當一啲人去修法嘅時候，需要先收咗金剛薩多，再去修個法嘅原因係將自己觀想成金剛薩多嘅身體，自己嘅身體都變成透明，所有嘅嘢都變成透明，先至可以去承接得到你準備要收嗰位護法神或者嗰位本尊嘅 power。所以金剛薩多其實就係話，不論你收乜嘢神都好啦，你讀完嗰啲四無量心啊，一啲前行嘅偈語啦，跟住就會讀金剛薩多。喺讀緊金剛薩多嗰段咒嘅時候，你要開始幻想自己嘅身體化成透明，如同金剛薩多一樣，亦都係冇形嘅。咁所以點解金剛薩多要喺呢一個位置出現，而佢亦都係咁重要。當呢一個時間你已經完成咗觀想，先至再去收其他本尊，由一個冇形嘅身體變成一個有形嘅本尊或者一個有形嘅佛。所以金剛薩多點解要念長咒，係只有念長咒嘅時候，你嘅觀想時間會增加，短咒未必會增加觀想時間，因為個人太急太快，特別好多人念經一輪嘴嘅，咁樣念咧，你係唔可能有清晰嘅觀想，所以寧願慢。所以點解金剛薩多嗰個百字明亦都好特別地，佢係唱歌咁唱出嚟嘅，唔係好似其他嗰啲長嘅經文落去嗰個音調。金剛薩多嘅百字明係有自己嘅唱法，有一個基本上既定嘅 melody 啦，落去兩三個版本嘅啫。因為當我哋讀緊呢段嘢嘅時候，係觀想緊自己化為清淨，再去觀想下一個本尊。咁啊，有睇開元太祖嘅人都知啦，林師傅基本上都唔會理佢係啲咩神嘅化身，因為本身大家都講啦，金剛薩多其實係呢一個普賢菩薩嘅化身嚟嘅。咁跟住咧，亦都係一個報身佛。嗱，呢樣嘢唔太重要嘅，因為普賢菩薩有普賢菩薩，金剛薩多有金剛薩多。你要收普賢菩薩就翻去收普賢菩薩，你要收金剛薩多翻去收金剛薩多，分得好清楚嘅。既然已經係化身嘅話，咁就直接分收嗰個得啦，因為即係話佢係有唔同嘅。有人話有分別心，有乜都好收。而家講緊金剛薩多就唔好去講普賢菩薩，呢度我講咗先，因為普賢菩薩有另外一個上有另外一個條咒嘅，所以喺我自己嘅角度去睇就唔係話完全同一個神。咁金剛薩多嘅百字明，咁啊有好多人都問問題噶啦，就話師傅究竟點樣讀咧，點樣背咧？嗱，其實背咧就由朝到晚聽，由朝到晚念咧，佢就自然會記得噶啦。但係其實百字明個內容講緊啲咩咧？百字明嗰個內容嘅大致上解釋咧，就係話提醒緊金剛薩多，你冇聽錯，係提醒金剛薩多，唔係金剛薩多提醒你。金剛薩多你曾經立下過誓言，話會守護我哋，護持我哋，希望你繼續緊守你嘅誓言，希望你唔好離開我哋。希望你哋繼續留喺度之類嘅內容，簡單講就係不斷提醒金剛薩多，我知啦，我知我錯啦，我認衰仔啦，你唔好離開我啦，你唔好捨棄我啦，希望你賜予我成就啦，希望你可以俾我好似你咁樣啦，希望你可以等我喺密宗嘅修行上面能夠得到一個果位啦等等。所以成個百字明之所以長咧，大家唔好成日淨係一輪嘴去念，最好就係抽個經文出嚟自己睇。而家已經有人翻譯咗做中文係好易明嘅啫，所以我都唔想話喺元太祖度專登
登再逐句解咧，可能有機會再做啊，但係自己睇得明嘅，睇唔明先至再話我聽，可能拍一集去講。咁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咧，就係啲人問起嘅八字銘入邊有一段咧係咁樣嘅，哈哈哈哈呵。嗱，我俾人問咗不下10次噶啦，究竟呢個哈哈哈哈呵係咩嚟嘅咧？哈哈哈哈呵咧，其實係嗰個佛嘅笑聲嚟嘅。咁啊就係話你哋所犯過嘅過錯咧，喺金剛薩多嘅眼中都係一笑置之，笑完之後從此唔再存在。呢個就係哈哈哈哈呵嘅意思。咁亦都係指四無量心嘅。咁啊四無量心都係對應佢慈悲，然之後幫你免除業障等等嘅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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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4個哈，呵係咩意思咧？呵係算咁嘅意思，所以佢係一個象聲詞嚟嘅，象徵呢個佛嘅笑話，象徵呢個佛將你以前所犯下嘅過錯全部消除。所以喺嗰個經文入邊就會有哈哈哈哈呵呢一樣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嘅八字銘入邊會不斷重複用到三瑪雅呢個字嘅。三瑪雅其實喺我哋對上幾集已經講過，就係三昧耶，三瑪雅就係三昧耶。所以就算你係犯咗三昧耶戒嘅人，或者手持得三昧耶戒唔太好啦，譬如唔小心爆響口將啲秘密講咗出嚟，或者你口臭即係講你師傅是非等等，佢愛嚟解決呢個問題嘅，亦都係得金剛薩多一個，亦都可以話係唯一一個可以補鑊嘅一個佛嚟嘅。所以大家盡可能花多啲時間去學習同金剛薩多有關嘅經文，同埋金剛薩多嗰個法相一定要記得。金剛薩多個法相就好易記嘅啫，咁啊基本上全身白色啦，咁啱啱都講咗，唔係白色係透明嘅，不過透明嗰時難以幻想，咁所以咧就將佢當成係白色，咁然之後手上面都係揸住金剛鈴啦，同埋金剛杵，金剛鈴喺隻左手度托住啦，金剛杵喺左手托住啦，金剛鈴喺右手度反轉咁揸住，雙腳向上盤嘅。嗱，如果睇隻腳，大家就要明白，隻腳唔落地嘅，唔係一隻腳屈曲，一隻腳放落嚟，係兩隻腳放上去嘅，所以大家記住，因為佢已經係佛嘅級數，亦都係呢個坐姿，唔好傻更更走去向金剛薩多求財，唔好走去求名利、求功名等等，佢唔理你嘅。OK， 大家呢樣嘢要記住，因為佢教緊你嘅都係話叫你放棄，教你捨棄，用佢嘅清淨嘅力量幫你消除貪念同埋種種唔好嘅惡因，所以唔好走去求事，唯一你可以求嘅就係清除宿業、清除業障同埋祈求涅槃，呢三樣嘢佢絕對冇問題。但係求財、求愛情等等，請稍移玉步去揾第二個。咁呢幾樣嘢要記住啦。嗱，咁金剛薩多雖然佢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法門啦，唔使灌頂大家都收得嘅，你中意攞個灌頂都可以，唔攞一樣念得，一樣讀得嘅。有咩用呢？金剛薩多嘅修行咧，除咗頭先講話清業障之外，仲有一樣嘢叫愛嚟打鬼嘅。點解叫打鬼咧？即係叫做將一啲唔好嘅氣場清除。所以平時間唔中自己喺屋企度播佢嘅佛曲又好啦，跟住念經，跟住有啲香清下間屋咧，都係好事嚟嘅。咁金剛薩多究竟係要點樣供奉或者修行呢？第一，大家麻煩盡可能好似我咁啦嚇，多啲準備啲白色衫，因為其實金剛薩多嘅顏色係白色嘅，所以當我哋修金剛薩多嘅時候，都盡可能着翻啲白色嘅嘢，白衫白褲。咁啊，綠色衫得唔得呢？都冇乜所謂嘅，就最好全白，着到好似啲泰國人去拜神咁就啱噶啦。咁另外呢，身上面唔好搽香水，亦都唔好發臭。簡單講，沖個涼先。但係嗰啲香水味太勁呢，都係等一陣間先至再去念經，盡可能以清淨為主。當你嗰排可能話49日你要修呢個金剛薩多嘅話，49日內都唔好食大味嘅嘢，包括薑、蔥、蒜等等。盡可能唔好食肉，淨係食清淨嘅嘢食，即係話白飯、牛奶、麥皮。最好食嗰啲淨係白色嘅添，食蕉嗰啲就冇問題嘅。盡可能食白色嘅嘢，行為上面一定要清潔同潔淨。一啲男女之事唔好做啦。啲男人女人想識嘅時候想做嘅嘢都唔好做啦，盡可能維持清淨。食煙嘅人最好戒煙嗰49日，然之後乜都乾乾淨淨去修。49日，就算你本身係有重罪嘅人都好，一樣可以清除。嗱，咁啱啱講咗啦，你要維持呢一樣嘢，又可能係做49日，咁點算呢？總係有個譜做到幾時完呢？做個譜做到幾時完就係111111次，呢個永遠都係呢個數嘅。咁次點計啊？師傅計片定係計次啊？其實係計次
次嘅，唔使計片嘅。111111片咧，就即係108乘111111，咁嗰條數應該就可能念到真係你往生嗰日咧都未念完嘅，咁就49日內盡可能到111111次呢一個數咧，咁就暫時叫做階段性勝利、階段成果，咁跟住先至再去收下一步，唔收嘅都冇所謂嘅，繼續維持住呢個金剛薩多嘅收法，一路直到你死嗰日咧都係冇問題嘅。咁金剛薩多嘅收法有冇啲乜嘢嘅要求呢？其中一個要求呢，都唔係其中一個要求嘅，主要嘅要求呢，其實都係喺你嘅內心上面嘅要求。外面嘅嘢我頭先講咗噶啦，乾淨，唔好食肉，唔好發臭。內心嘅要求就係你一定要由今日開始懺悔自己以前做過嘅嘢，以後都唔好再犯。咁大家要明白就係懺悔呢，唔係叫你哋好似個傻人咁日日喺度跪喺度狂拜，對唔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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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後唔會唔係咁樣嘅，而係你誠心誠意嚟懺悔一次就夠。嗱，呢樣嘢可能有啲人聽完會覺得我好武斷，大家要明白你信佛都要有智慧，信佛唔係為咗要搞到自己有情緒病、精神病。情緒病、精神病就係你不斷重複拜，然後日日諗住自己犯過嘅錯，你自己睇唔開，然後搞出嚟嘅。但係你全心全意真係立個誓一次，講得清清楚楚，你以後都唔會再犯，跟住懺悔嗰一次，然後每一日念金剛薩多八字明去清除你嘅宿業，咁就已經足夠，唔好過分地懺悔。呢啲叫做淫懺。淫懺嘅淫字唔係代表淫欲嘅意思，淫係指過度泛濫地做一樣嘢為之淫懺，最後只係會令到個人嘅心識同埋心意更加混亂。所以呢樣嘢大家就聽得清楚啲。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金剛薩多咧要求依止嘅。依止嘅意思咧就係話你唔好轉嚟轉去轉會，但係你係話喺藏傳佛教入邊，我由金剛薩多跟住我轉咗去修文殊，又轉咗去修大威德金剛得唔得？冇問題。所講話退轉嘅意思就係話從此以後我唔再信呢個教，從此以後我唔再相信金剛薩多係有用嘅，因為我收咗你49日啦，我一樣行衰運啦，我唔要啦。咁呢一種嘅說話，呢一種嘅行為咧就屬於退轉嘅，所以大家唔好做呢個動作，相信佢嘅能力，亦都相信你自己能夠做得到。咁呢一個法就可以一路咁樣修持落去啦。咁啊，以上啱啱所講嘅呢一堆嘢啦，就係如果你係有啲同過往業力有關，或者覺得自己生活唔順遂嘅話，都可以收，可以參考嘅一啲資料嚟噶啦。好，林師傅啊，我想問下咧，首先你頭先講佢喺密宗入面嘅地位就好崇高啦。咁如果我淨係收顯宗嘅嘢，或者我想問南傳佛教、漢傳佛教等等，有冇金剛薩多嘅存在嘅咧？嗱，其實漢傳入邊就冇金剛薩多存在嘅，漢傳入邊嗰個就係普賢菩薩。講少少我自己嘅睇法，我覺得喺藏傳佛教入邊將佢講成係普賢菩薩嘅化身咧，係因為為咗招攬埋本身普賢嘅信眾，咁方便啲人更加明白佢個功能係乜嘢，係一種方便嘅講法。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純粹漢傳嘅教育入邊咧，冇金剛薩多嘅，唐密可能有，但係佢就唔完全係而家大家認知嘅淨土宗或者禪宗入邊就冇呢個神嘅。南傳就更加冇呢個神添，因為南傳其實只有釋迦牟尼、迦葉同阿難，仲有呢個夜叉王、天龍八部呢啲嘢嘅啫，就冇金剛薩多。所以金剛薩多算係一個非常之西藏嘅一個西藏神明嚟嘅。好，另外我想問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你講到話，我就收49日咁樣就可以清晒嗰啲宿業啦。咁當然要跟從翻頭先你所講嗰啲規矩啦咁樣。但係其實我收完嗰49日之後，我再收其他菩薩、收其他佛嘅時候，都有機會去積咗新嘅宿業噶嘛。咁我係咪某定一段時間就要揾49日嚟收一收金剛薩多咧？其實金剛薩多嘅收法係一世都要 keep 住收落去嘅。當然你話你呢排收夠啦，跟住又走去做其他嘢，過咗一段時間又犯咗好多錯事翻嚟啦，跟住又再重新收一次啦，呢個冇問題嘅，絕對係好事嚟嘅。你而家問起呢啲問題，我發現有講漏嘢，就係收金剛薩多嘅時候要用嘅佛珠，收金剛薩多用嘅佛珠用白水晶嘅，最好嘅金剛薩多神像都係用白水晶做，反而唔係用銅像做㗎吓，最好真係用透明嘅。咁我想問一個有啲類似基督宗教嘅聖經故事嘅問題。咁如果我今日開始收49日，又可以收晒，又可以清晒之前嘅宿業，我3年後收49日又可以清晒之前嘅宿業，咁點解我要今日收呢？點解我唔再遲啲先收呢？因為你唔知道
道你幾時死，你唔知道你以前積落嚟嘅宿業，當佢喺咩時候佢會爆發，當佢會爆發嘅時候，佢會爆發到乜嘢程度，會唔會去到一個你已經冇辦法坐定落嚟收49日嘅環境，你連有冇聽日都唔知。嗱，呢個本身好佛教嘅講法，唔好覺得乜嘢都有下次，唔好覺得人哋一定會俾機會你，個天唔一定會俾機會你嘅，可能你聽日就有橫禍，或者聽日開始有啲咩問題你冇得收都唔出奇，所以盡快去做。同埋49日係一個約數，實際上大家真係會做49日嘅，但係49日本身佢個意思係指無限咁多日，即係呢個有少少似基督教嗰個講法，70個7次，係啦，70個7次，唔係真係講70個7次，而係好多好多次。49日亦都係一樣，唔係真係指49日，而係指好多好多日嘅意思，日復一日，日復一日咁去做。嗱，又好老實咁講，一個啱啱開始接觸金剛薩埵修百字明嘅人，佢又點樣可以喺一日之內完全清晰地記得嗰個百字明呢？因為都相當之長嘅。另外呢，就係佢連觀想嗰度佢都需要時間嘅。我當你好叻仔，你用到1個星期嚟完成呢件事啊，你都只係得42日，你係做緊呢樣嘢，所以你係要一路開始做落去。3年後先至做，定係而家即刻做？其實一切嘅嘢隨緣，由得你自己決定，你想幾時開始做咪幾時開始做咯。唔定啦，3年後先至做都未遲，咁咪3年後先至做咯。一切都係你自己嘅因果同埋你自己嘅緣分。你有緣嘅而家做，冇緣嘅咪遲啲先做，下世先做都唔出奇。其實從來冇強迫過幾時要做呢樣嘢。咁同埋咧，我想問一樣嘢就係，我哋每一次咧講一位菩薩、講一位佛嘅時候咧，都會講到可能佢嘅起源啊、佢嘅古仔啊咁樣啦。即係我哋講蓮師就係某個部落嘅王子啊，或者我哋講其他扎基拉姆都講佢嘅故事啊。咁金剛薩埵有冇佢嘅故事咧？金剛薩埵係冇佢嘅故事嘅，因為冇記載。簡單啲講就係佢太耐啦，耐到冇人知佢點嚟，亦都唔需要知道佢點嚟，所以就冇記載。好似呢一個金剛總持一樣，都係冇記載點嚟，只有描述佢係乜嘢嚟，佢點嘅樣，但係佢點嚟就冇人知。一啲比較遠古嘅佛都有呢個共通點嘅，冇辦法揾到佢個起源，就算有都好咧，都未必可信。同樣地接近嘅一個概念咧，就係如果大家講佛，唔係我唔好淨係講佛教啦，講翻風水嘅少少風水嘢，太極呢一個概念，唔知點嚟，邊度開始有第一個太極，邊度開始有陰陽，係點嚟咁冇人知嘅，淨係講佢係嚟自混沌。所以混沌即係咩意思？混沌即係唔知點嚟咯，係嚟自一個好 confused 嘅嘢，跟住佢化咗做兩個氣，跟住有陰陽。其實好多佛遠古佛其實差唔多嘅嘢，喺啲唔知咩地方混沌入邊佢出現，神靈都有大量係咁。譬如話濕婆神、毗濕奴或者梵天一樣，唔知點嚟，又喺混沌入邊聲稱未有宇宙佢已經有啦，咁佢喺邊度嚟咧？我都唔知。佢係一個法則，特別係金剛總持唔係金剛薩埵，金剛總持係一個法則嚟嘅，係一個 rules 嚟嘅。然後金剛薩埵就係呢一個法則嘅執行人，亦都係呢一個法則嘅守護人，所以佢先至會存在喺度。實際上佢個地位有幾高，好多人都唔明白，亦都難以解釋。所以如果仍然去深究話佢嘅起源係點咧，基本上就即係你仲未明嘅，你就唔會問呢個問題啦。好，唔該晒林師傅啊！咁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啦，咁將節目提示小鈴鐺打開啊，同埋咧 like 我哋每一條片 comment 話俾你聽想聽啲咩，將我哋節目內容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同時啊，記住 IG 都 follow 埋我哋啦，亦都咧我哋 YouTube 嘅 Super Like Super Fans 咧都開通咗啦，歡迎大家支持一波。咁林師傅介唔介意用你自己唱誦一次百字明嚟為呢個節目做一個完結啊？唔好啦，我今日把聲唔係幾好啊，自己上網揾啦，我唔唱啦今日。